中国铁路在时代的变迁中展现大国形象。中老铁路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、共同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项目，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，使用中国设备。中国铁路为共建美好未来提供中国主张。建设中老铁路的深远意义，不仅仅是经济社会效益，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中国铁路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发展，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落到实处。为了保护沿线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万象至万荣段的生态通道工程。它设置了8条生态通道和4条人行天桥，在保证交通安全的同时，为当地的大象、虎豹等珍稀动物提供了自由穿越的空间。中老铁路带动了东南亚地区的发展，也带动了物流公司的发展。